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又搁是川普演讲18分钟外，飞天遁地，除了胜利无其他。佮讲要甲伊朗拍入去石器时代的破烂烂，石油危机全球的经济虽然顾性命。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文婷。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洪在良。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锡。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中经院经济展望中心研究员兼主任彭素玲。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那么继续，咱就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台北时间早起9点发表了全国演说。川普强调，甲伊朗的战争会当讲已经是压倒性的胜利。那么这个胜利呢，美国是为着确保着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袂当有核子武器。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完成了。川普强调，未来2礼拜至3礼拜会搁发动攻击，会甲伊朗拍转去到古早的石器时代。川普阁讲，冲突结束的时阵，荷兰海峡自然就会开放。这场伫美国暗时黄金时段登场的总统演说，川普一开嘴就是宣布，美军伫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赢甲足彻底。In these past 4 weeks, our armed forces have delivered swift, decisive, overwhelming victories on the battlefield. Victories like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before. Tonight, Iran's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in ruins. Their leaders, most of them terrorist regime they led, are now dead. 川普讲发表这届演讲是为着要来说明，苏西怒火行动对着美国也个世界的安全是为虾米遮重要？若是伊朗离制造核武敢若剩一下步，美国已经甲这设施拢总拍甲密密麻麻，自历史以来无敌军伫遮尔短的时间内，向拍甲遮尔凄惨，而且损失甲遮尔大。Our armed forces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militarily.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tonight I'm pleased to say that these core strategic objectives are nearing completion. We're going to hit them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next 2 to 3 weeks.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Stone Ages where they belong. 川普嘛讲，上界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啊，所以刷落来应该真轻松。若这场冲突结束的时阵，荷堡珠海峡自然就会开放。They're going to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oil because that's all they have to try and rebuild. It will resume the flowing, and the gas prices will rapidly come back down. Stock prices will rapidly go back up. They haven't come down very much, frankly. 不过，伊嘛讲严重依赖荷堡珠海峡的国家，应该承担互油轮重新通过的责任。若是无法度摕到能源的国家，伊建议会使去甲美国买。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at do receive oil through the Hormuz Strait must take care of that passage. They must cherish it. They must grab it and cherish it. They can do it easily. We will be helpful, but they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protecting the oil that they so desperately depend on. 川普伫演说当中摕2届世界大战、也个韩战、越战甲伊拉克战争的时间来做比对，强调美军敢若开32天的时间，伊朗就已经唔是威胁咯。伊嘛讲，若是伊朗无要达成协议，刷落来就是要拍当地的发电厂，也个伊朗的经济平面就是石油工业。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观众朋友可能如果你若看到昨仔。你会感觉讲，安怎佫讲川普？其实呢分做2部分。昨仔大部分我注重的是关于着军事行动，今仔日呢有2位总体经济学家甲即个数字的预测，
这个专家。另外，战略上啦、区域安全啦，这个关系到什么物件呢？岛屿甲冰岛的关系啦。咱来看吼，这个外交性，伊讲吼，Hormuz 海峡啊，中客接近我移交互盟友啦。讲移交是好听啦，意思是讲要食互神家己分啦。阮美国吼无要再需要该行道，你盟友必须爱自负保护的责任啦。啊，而且吼，伊咧红线所在伊也讲，我无需要中东的石油啊，所以吼，冰岛要来浪港，吼啊岛友你家己较自身保障，啊而且吼，阮那个马甲咧。我马甲佫真厉害，我 NASA 阿提米斯2号，我发射成功。实在讲吼，我是沙无长讲，即阵时讲我这发射成功，可能要请电网中心主任来甲咱开示一下，讲即个发射成功，甲伊经济马甲有什么关系？不这较有关系啦，咱是唔捌啦吼。首先我要先请吼林老师来甲咱解说一下。整个吼，伊咧讲当然是飞天遁地吼，但是。老师，你认为伊这整个对伊来讲，我这区域安全已经无问题啊吗？还是讲实在是无法度，武甲这大团吼，紧走紧走。这个川普伊这人的个性你也知影吼，伊是我是无啥了解，not personally。伊迄个习惯吼，一般来讲taco 啊，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就讲伊开始吼做嘢啦。啊，尾啊怎弄去？虎头蛇尾啦，哦，啊，伊这个发动这个战争吼，伊开始是乐观的，哦，因为讲这个他4到6个礼拜。4天。以前迄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是讲，因一开始就讲4到6个礼拜啦，哈，啊，所以啊，但是种啊已经进入去第5个礼拜啊嘛，啊，伊的迄个决策的判断是拢错误啦，哦。啊，所以已经啊是想要脱身啦，哦，因为美国内底大部分的民众是无支持这个战争，哦，啊，伊的这个支持度下降，啊，今年佫是伊的迄个美国的其中的选举年，哦，这个战争啦，佫继续啊，佫迄个发展无好的时阵，对共和党的这个选情一定是有影响啦，吼。啊，所以已经啊讲的是讲可能会佫继续2、3礼拜嘛，吼。要甲你拍一去时代。啊，但是吼，照这个看法吼，因为已经啊派的这个地面的部队哦，人数是无济，过1000人，啊，佫加伫迄个美国迄个原来的伫迄个中东的这个部队，大概是5万几人。啊，伊拢是一个足大的国家，哦，伊迄个土地是足大的，160万平方公里，哦，啊人数是要到1亿。你打这个几万人，你是无法度进行这个地面的地面的这作战。占领，嘿，这占领我是伊从来就无安尼想过啦，哦，啊，所以伊可能的这个那准讲有这个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是迄个占迄个海峡，迄个北面迄个岛，哦，哈罗干，嘿，因迄个岛种啊是一般来讲，迄个是已经变成迄个飞弹的都市啦，哦，拢地下化，哦，啊，若要搁占这个岛吼，因为若这个岛无解决吼，这个海峡的安全吼，伊受影响。哦。所以林老师，你认为伊刷落来行动就是这个岛咯？解决力的是安尼啦，吼，啊若无伊就是继续轰炸嘛，佮继续轰炸嘛，伊就一开始迄个1000个目标，啊尾啊这个11000，吼，对啦，吼，啊伊继续轰炸嘛，继续轰炸，这安尼是袂死人啦，因为种啊美国甲种啊这个战争吼，伊较死13个人嘛，吼，啊你若地面的部队入去的时阵吼。这个情势就歹控制，美军死亡的人数在增加，伊袂得咧。啊，因为伊国内已经反对这个战争啊嘛，因为这个美国的经济受影响嘛，这油价嘛是一起啊，哦，老百姓已经这个挡袂掉啊，啊，整个油价起吼，这是那像蝴蝶的效应啦，你油价起，一个塔一个，对，你的物价就起。
啊，你肥料就起，啊，尾啊明年连塑胶佬就去，对啦，台湾的情形是安尼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伊一定这个，我判断哈，伊是攻击轰炸，但是地面部队会非常谨慎。而且时间到就浪港。伊就让讲，伊的做法就是安尼啊。哦，Trump always chicken out，你他过了对啊啦。对啦，他过了。他当然林老师讲到这个油价，我要来请教洪老师吼。咱看到这个国际油价吼 ，Brent， 咱用 Brent 来起到5%，吼，一桶100块美金，吼，啊，黄金呢，博到3%以上，吼，啊。这个，但是转去到美元去避险，这到底算好啊歹？吼，对，过来，亚洲的股市是大家免讲啦，吼，就是一个演讲啊就来。老师，你认为伊是看到这吗？还是讲其实伊是看到我即摆手头这份吼？讲吼，这个 Economist 甲这个 YouGov， 做这个支持度表达吧，吼，伊讲30%美国人支持，吼。对伊朗的这个处理，但是60%人反对，尤其伊的马甲的人吼，虽然还佫强调，但是毋是马甲共和党的人吼，落到48%点，伊是看到一个。是安尼啊，这个吼，这全世界政治甲经济情况，就是讲你若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啦，吼，当然产业会受到影响嘛。啊，当然你拄仔讲到黄金啦、股市啦、吼啊、债券啊等等，迄个这个资本市场吼，迄是马上会受到影响吼。啊，当然黄金嘛是一种避险的工具吼。啊，问题是讲啊，大家若感觉未来袂讲真好势，有些颠倒吼。啊，美金因为美金大家知影嘛，伊最好用嘛吼，所以有些颠倒美金会变成大家的首选，这是真特别一件代志。因为美金大家知影是全世界伊做迄个国际储备的货票嘛吼，所以有只颠倒美国人咧收钱，啊，家己的货票则有只争夺，哦，这是因为这是国际迄个这真矛盾一个现象啦吼。这第一项啦吼，啊，第二项是讲吼，其实迄个咱大家较注意是产业嘛，啊，产业当然是能源、石化、石油。虽然迄个荷姆兹海峡吼。一般来讲，全世界石油头2成吼，会通过这个海峡，啊，伊真矮吼，佢头上讲到这33公里啦，哦，33 km 哦，所以伊真好控制哦，尤其是我伊朗这边哦。啊，不过问题是讲，虽然是讲全世界石油占2成，有遐经过，问题是这个能源的这个市场拢会受互相的影响嘛，哦，你这若欠，其他天然气等等拢会受到影响，所以伊这个对能源的介绍。对产生真大的一个冲击，吼，石油本身就起，你讲迄个吼，每桶有吼，已经超过100美金嘛，吼，甚至顶礼拜超过110几嘛，吼，啊，伊迄个波动嘛真激烈，所以有时吼咧介绍关以外吼波动，其实真倒是一个真大的无确定，哦，啊，你要做生意嘛歹做，哦，所以吼，石油市场啊，过来就是讲迄个石化，哦，比如咱台湾的。大化啦、大塑等等吼，做塑胶料啊，佫一寡肥料啦，吼，佫一寡什么氦气啦，吼，佫硫磺啊等等，拢为这个海峡通过，所以这个大化、大塑会受到真大影响。比如讲，啊，甚至吼半导体嘛会受到影响，因为半导体你一寡电子的、一寡塑胶的、一寡材料吼，啊等等，一寡镭射等等，迄种需要着迄个塑胶合成的塑胶材料，所以其实吼，伊这个。产业的影响会愈来愈多，哦，啊，甚至到尾你的观光嘛，哦，迄飞机票都会起价，哦，所以伊这个对产业影响其实慢慢愈来大，所以若讲两三礼拜会当解决吼，当然经济会较好势，啊，问题是吼，伊这个成本各方面的产业提高以后吼，袂遐紧就扭转来，扭转了。啊，所以这起码还佫半年，啊，咱你看彭主任可能会做较好的解说吼，伊这个叫对经济长远的影响伫倒位安尼。哦，这还佫有长尾的影响。是，长尾影响。啊，那这我要问新老师哦，伊这刚刚讲7天就解决，这真正讲煞来要共讲甲密密麻麻石器时代嘛。咱看到讲川普这个演讲吼，感觉足慎重的吼。啊，毋过经伫4月1号，啊，敢若是有愚人节发表谈话。啊，毋过我想伊的目的可能有2个，第一个就是讲，发表这个讲话了后，会使影响全球的油价。
全球的经济。第二个就是讲，伊要就这个演讲来讲，美国大部分的作战目标都应该达成啊。所以咱是胜利撤军，咱是赢的哦。要甲美国讲这个话哦。啊，毋过因为这演讲内底伊嘛有讲过，讲毋过伊拢的态度是安怎？伊拢敢会讲伊输？哦，伊敢会讲美国是赢？哦，这内底足复杂的。咱看到讲伊的总统哦，讲伊的外交部长讲我有接触，我有咧谈。伊的总统讲你爱互我保证，我就会停止战争。这内底上复杂的就是这哦。美国以后阁会拍伊拢无，以色列的态度是安怎？即马咱毋知影讲是美国要停战，以色列敢要停战？不爱停。伊无爱停要安怎？嘛会使伊早嘛是讲，敢若以色列甲伊拢咧相拍尔，美国嘛无。不关我的代志。无我的代志啊！我感觉即马川普的即个态度，我的目标已经达成啊！你的空军、海军拢互咱。你去要走，伊细汉的你去处理。毋是细汉处理，伊讲我的部队搁伫遮。那伊拢讲发现讲新的建股有核设施有浓缩铀，伊用美军去拍。毋过即马可能逐工咧拍拢是以色列负责。因为你为以色列总理。我拄到迄最新的资料吼，这以色列专门即马吼拍甲无啥拍因的警察机关。各有各边卫队伊的哨所嘛是目标。哈，伊就是拍这个目标，就是讲要鼓励伊拢的人民起来起义。反抗。反抗。老师，这所以登陆的可能性，你有同意林老师所讲的可能性较低登陆？我感觉是袂啦，因为川普有讲过，讲迄哈戈岛我会使拍，嘛会使毋免拍，吼，因为迄个岛足细吼。即马拢是地雷，伊拢军队拢布足侪地雷。你要派啥物人部队去拍？陆战队、空降师，还是特战部队？你占迄是要创啥？伊的目标是控制伊拢的石油。我是感觉袂拍哈戈岛。另外就是讲，伊要开放荷姆兹海峡，就是要拍荷姆兹海峡北边的5个岛。我是感觉即马应该是袂，因为伊讲战争若停啊，荷姆兹就会开放啊。我想讲，即马派部队去占哈戈岛，而是去占荷姆兹海峡岛屿，即马可能性愈来愈低啊。所以算了，就是像林老师所讲的，一直轰炸，一直轰炸安尼啦。对。炸甲时间差不多了，好开路那赛安尼。可能一2礼拜伊的部队就袂修建啦，伊会等目标。那突然发现讲有核设施浓缩铀，我感觉伊会甲去年迄个午夜之锤共款，佫会继续拍。毋过平常的目标应该袂拍。是，彭老师，这吼，有人讲吼，这有可能会引发到 stagflation， 停止性的通货膨胀。这是安怎讲？讲停止性的通货膨胀啦，吼，伊的讲法就是讲你的物价嘛，吼，你的物一直起，你经济无法度成长嘛，吼，就安尼。百姓的日子都无好过啊，对无？因为你经济成长是拢停起来啊，对。你的物价一直起来，你的钱变薄啊，所以你一般的百姓啦，毋敢开啊，可能像讲咱台湾好啊啦，吼，咱台湾的那种油价啦一直起，你可能你交通费用都起啊，所以你可能是排挤到其他的消费支出啊嘛，所以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即摆有讲引发种停滞性通膨啦，吼，毋过。照安尼看起来吼，伊的假设是讲，这战争吼，可能是长期的、较长期的啦，迄种看法才有即种发展啦吼。毋过，像讲昨昏伊伫发表这个演讲嘛吼，当初阮伫以为是讲因为昨昏拄好是伊的对等关税满1周年嘛吼。最是要讲这个，是，结果大家失望去。是本来是讲你对啦某一种讲法啦，吼是讲4月初3都是因的。所以老师你有感觉叫骗吼？我本来是足期待，因为昨股市去千外点嘛吼，台湾的系啊，去啊。这伊要下教罪己就对啊。应该是讲有可能有
突破性的发展啊，吼，还是讲安那，所以股市应该是会搁起嘛，因为照你讲啦，川普的个性嘛，因为你迄种人就是爱较有民主嘛，吼，系啊，这种无摕到什么胜利的代志，迄出来讲，感觉无什么民主嘛，对吧？所以市场对伊的演讲是一般的看法是感觉较不如预期啦，吼，对啊，所以你看股市嘛落嘛，美金黄金嘛落啊，所以这种的甲市场的看法就较无共款，对。啊，除了甲市场的看法无共款，市场是安怎看讲？你美国你去讲你经济真厉害，啊，你什么阿提米斯二号发射个真成功，这是什么逻辑？即摆的资料来看啦，吼，美国吼，伊的经济，你讲伊无好嘛，其实嘛还好啦，吼，因为即摆一般预期拢，第一季可能嘛，佫有2%以上的迄个成长，嘿，对，所以一般的看法是讲，当然啦，即摆油价啦，吼，一加仑加去到$4以上啊啦，对民众确实有一寡影响啊。毋过，大家嘛是希望讲，这战争若讲会当伫短时间内结束了，可能对这通货膨胀可能就会较降。但是他说老师，咱看了这资料讲，即个资金拢走向美金来去避险，是，这有显著到真明显到会当影响到美国本身的经济吗？还是讲其实持有的拢是外国人？应该你看吼，你看这么侪钱入去美国嘛吼，不过你看美国的股价指数啦吼，3大指数，比如讲道琼斯啊，还是讲纳斯达克，还是讲费半嘛吼，其实照年初的时、年初的时比起来嘛是拢落的，所以你会知影讲这钱入去美国，伊毋是用来投资的，伊可能就是趁伊就是补一寡损失。对。嘿，所以即摆来看起来，这个钱吼，像讲咱台湾啊，台湾即摆代票好啦，即摆变到32几块外嘛吼，因为嘛是变，嘛是较无值钱的，所以你会想讲，咱台湾股票，毋过就咱台湾股票来看吼，咱的落的幅度啦，其实比起比如讲日本啊，还是韩国啊，甚至讲美国来讲，咱股票落的迄个幅度，其实算讲较细，就是安尼。应该是讲美金会起吼，一般拢是讲微笑理论啊，就是讲你经济足好的时，还是讲你经济足无好的时，对，拢会起，因为就是避险嘛，还是讲你要好的时，就是要投资嘛，就是有即种两个选择来底下做 balance。即马就是可能大家钱入去美国，可能是认为讲即马可能其他国家受到这个经济影响。古早话孔子讲乱邦不居，伪邦不入咧，这个颠倒去买美金。应该你讲吼，像讲石油即马起价遐尼济啊啦，毋过大部分啦，即摆讲美国啦，是咱全球来讲伊的讲蕴藏量啦吼，即摆嘛是白种，因为有页岩油嘛。伊虽然讲伊的油价有起，毋过伊的迄个产量啊是啥，伊其实是够有剩的，伊通出口的。就讲来买啊，搞买。对啊，所以你看伊总讲这石油这欠缺的时间啊，愈长啦。美国来讲，伊经济受的影响可能是相对上伊会较细，对，因为伊家己无欠这。所以，咱会当来推论讲，恁遮导游拢会顺向我病毒不要紧。伊嘛是有受影响啦，因为伊民众的这个消费支出嘛是有受影响嘛。伊惊是惊选举会输啊。对，是就是惊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嘛有受影响尔。这典型的出口转内销了吼。老师，你安怎看伊即摆对着伊家己的布局，伊是算甲失角贼，算甲上尾要安尼，就爱做 damage control，来损失来控管，那紧收来紧收，无伊其中选举，我看了即份吼，伊个写2024年投票互川普的人群当中，支持度也咧流失。民调显示，到3月28，这群支持者敢若70%
有认可伊的施政，在今年1月3号的时阵，曾经悬到83%。所以独这项，伊来审视，这是伊的你安怎解读？如果你来伊的目标，你讲大放心啦，这一时的，一时波浪免惊，咱就勇敢行落去，讲袂使，马上其中选举就来。因为这个美国老百姓一开始啊，大部分都无支持伊发动这个战争啦，伊原来这个就是讲那个2024年的这个总统选举支持的人都做这当然是伊基本盘啦，基本盘也就慢慢在流失，这是伊感觉这个爱做注意的所在所以整个看起来就讲，伊这个对这个战争开始所设的目标伤乐观。伤乐观，拢慢慢伊咧退却啦伊其实一开始是做乐观，要推翻这伊朗这个政权。整个伊当然讲讲我已经做够啊因为应该死拢死啊差不多。你头先讲的讲下哨罪己传播这个人未做这个代志啊，伊的千错万错拢别人的唔对啦，伊家己拢唔对伊讲伊今仔是安怎爱发动这个战争，因为这个伊朗这个政权足早就应该处理啊。是恁拢不爱处理啊，我来处理，我来最歹啦。所以伊所有的错误拢是别人的错误啦所以伊整个到这个时阵这个无当收煞的时阵，伊当然是希望讲足紧的时间里面伊个今仔讲的这个沈教授也讲，伊就整个就对我讲我这个目标拢达成了嘛。既然目标拢达成啊，伊讲是。做要接近的达成完成啊！那完成，我目标完成，我当然就爱撤退啊，就爱退这车金啊！所以伊是预先去铺设，先注下。对，我整个已经目标都完成啊！目标完成就爱来撤退啊！所以我伊讲两三礼拜啦就是讲4月底以前，伊就爱无管安怎，伊就要撤金啦。我已经讲啊，我伊个目标拢达成啊！我当然说个伊本来连这个海峡的开放也是伊个目标。伊像讲这个唔是我的代志啊嘛，因为阮无受影响嘛。因为美国无需要迄个中东的这石油嘛，所以恁的代志恁家己去处理嘛，这拢迄个撇清啦，到时候再只要炸个2-3个礼拜，我就撤了。有没有什么结果？我今日甲你讲啊，我嘛甲阮的老百姓讲啊，我的目标已经达成啊。整个海峡的迄个封锁的代志是恁的代志啊，因为恁有需要，我无需要啊。恁有需要，恁就爱处理啊。伊拢讲好啊，所以伊随时会当撤军啦。安尼看起来，虎的，搁回到也未轰炸进前的中东的态势嘛，应该是。规拢改变去啊！这无法度啦因为迄个中东这国家之间的这关系已经也拢破坏去啊！因为伊朗的这个反击拍10几个国家迄个以色列伊是毋是要停他蔡心老师讲，我看以色列是未停哦。因为以色列的这目标是足明清楚啦，伊的目标就是我要这个摧毁。这个伊朗这个政权，拍甲你拍在涂骹。对，另外就是讲，这个国家绝对袂使有迄个核武器啦，因为这是迄个以色列长期以来的这个目标，伊的迄个这个策略就是讲，中东当会使我有核武器，其他的这个伊斯兰的国家拢袂使有核武器。所以，伊的目标是足明显、清楚的。这个小等再请沈老师来讲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安尼吼。但是安老师，是今日我去看讲，咱行政院有决定，不管是油价、车票，还是车船在走马，拢冻涨啊。是。咱这招会当用偌久，会当当偌久，因为咱很不很。会断开呢？这个对荷鲁斯海峡来的这个天然
液化的天然气来个遮会断开呢？对对。这会当冻偌久？人有人讲啊，你台湾敢若冻超17天、20天，如此如意。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嘛，因为咱台湾的能源主要是拢靠进口嘛，咱有96%加数拢外来嘛，吼，所以这中东遐有危机，当然咱台湾遮亚洲啊，尤其台湾嘛是嘛，就是讲你主要是靠进口，所以危机马上就会产生啊，所以意思是讲你若时间这战争若拖久，总归是卖啦吼，啊你真正若拖久，一定无一个国家挡会掉，尤其对咱台湾这种靠进口的能源进口的国家吼，啊，冻涨，所以冻涨一定是第一的一个方式啦，哦，因为你若长期来讲。你冻涨啊，大家也袂去欠用嘛吼，你需求面你就无法度控制嘛，啊你供应面你若无新的来源，这会产生问题。啊问题是讲你这个能源政策在台湾来讲，其实可能这边嘛会产生一寡真微妙的一寡变化。哦，因为安尼讲的，就是讲你若讲天然气，一般有人讲吼，你天然气咱台湾头冻10天尔嘛。一般来讲啊，你若个其他个冻无久的话，啊，个有一寡变化，意思讲你着来找其他的替代的能源。替代性。啊，一般大家讲到太阳能啦，吼，风力发电这种因为再生能源啦。啊，当然另外个核能发电啦，吼。啊，当然你若短期内无法度，你嘛是爱收煤炭，哦，虽然迄对环境污染真大，问题你若不得已，你嘛是爱做嘛。所以这对环境变迁一寡目标等等也好，可是拢爱重新个调整。所以有人咧讲吼，人咧开玩笑讲，有时啊战争甲和平吼，有时啊有一寡赢的人嘛，啊有一寡输的人，赢家甲输家吼。啊，所以等到战争以后嘛，有一寡战争，有和平红利，啊嘛有战争红利。就讲战争红利就是讲，啊有一寡太阳能的、风力发电的，啊个核能无定颠倒起死回生，啊个会大家更较重视，所以伊颠倒无定会较赢。啊，如果以咱台湾立场来看这摆的战争，咱应该反省关于着能源政策。老师，你的主张还是讲，不管能源这部分是啥物，咱对着公平性，这个分散多元，咱应该安怎来思考这项代志？因为照你讲，咱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吼，因咱家己本身无产真大能源，大家拢真清楚吼。所以你一般来讲，你的能源的迄个来源当然是愈侪愈安全愈好嘛。就是你若咧投资，你当然有些黄金、一寡黄金啊，一寡美金啊，一寡债券等等，一寡股票，你安尼才会较安全，风险才会降低吼。所以意思讲，你若伫台湾村种世界阵拢无和平嘛，无平静啦。啊，咱有一个真威胁上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嘛，吼，因为台湾海峡嘛无往真看，吼，所以你若有一天你台湾咧进口贸易封锁的时阵，啊，这时你能源要安怎处理，当然你这个真考虑啊，你家己本身迄个电网啊，还是讲你迄个本身的再生能源等等，你家己能源自主率你就要真悬啦。所以，那为这个方向来讲，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当然其他的这个油啊、甲天然气以外，佮煤炭以外，其实还佮受其他的啦。哦，这是我家己一个看法。哦，这关于着其实战略上，薛老师，这大家不管是军队还是民间，其实拢会想到吼。不过我要问讲，啊，这阵这迪里波里号，这个阿兵哥，人因其实因是讲，我本来是要开战啊吼。今摆等咧遐，佫要来轰炸。老师，你认为？因为我所知影。伊拢即摆搁咧乱射哦，伊讲毋是阮射，这拢毋是阮射，这到底伊拢即摆是有想要拍无要拍？即摆伊拢内部可能有两个无共款的意见啦吼。啊，革命卫队是要继续拍，咱看到讲北韩有互伊叫无水端的弹道飞弹，伊就用迄个飞弹去攻击迄个迪亚哥加西亚岛。啊，虽然无拍到，啊，毋过你就知影讲，即马北韩嘛，互伊武器，互伊迄个飞弹，哦，啊，这就是革命卫队。我是感觉革命卫队袂停啦，哦，因为因的最高领袖互拍死啊，因革命卫队，空军司令、海军司令拢互拍死啊，伊这个元首是绝对要报的。啊，毋过即马就是讲，即马伫伊拢内部是听送的。伊原来哈米尼死了后，佮建一个因囝叫莫杰塔巴，啊，毋过莫杰塔巴即马拢还袂出现过，伊拢用书面的。下骹的人都有国会议长、
总统还有外交部长这些人是听穆杰塔巴的，还是听迄个总统的？吼，我是感觉可能即马两派意见，这边话题继续拍，即马总统、外交部长是甲美国谈判。因为讲我有接触啦，不过这毋是谈判，迄外交部长安尼讲咱看来讲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阿联酋这4个国家想要甲调和，不过可能较无效果，不过这个总统总统可能就是川普讲的，就是咧和美国谈判的人。若是讲这边话题伊会使控制，我是感觉以后和平可能会使期待啦即马伊朗的情势敢是？当去以前未拍的时阵，我是感觉应该是袂就是讲，即马就是讲伊朗的空军、海军拢无伊即马当时会使发展出伊的核武器，我是感觉，虽然讲这浓缩铀无吹到卢比奥嘛有讲伊即马浓缩铀400多公斤即马是60%可能一2礼拜就会使变核子武器，我是感觉可能无遐紧啦因为经过几啊摆的轰炸，去年6月5月之锤前几工炸伊斯法罕嘛是炸伊的核设施，我是感觉可能伊的核武能力已经减低介济伊的空军、海军拢无伊对于迄个黎巴嫩真主党还是也门的胡塞青年武装的机器，拢会降落来，所以即马可能是革命卫队为着民主的问题，我袂使投降。即马的总统，若讲会使谈一个足好的条件，真正美国说好，你若投降，我以后袂拍你。不过伊无法度控制以色列。伊拢是希望讲美国你爱坑迄个以色列你唔好甲我拍，因为不过以色列让在一个有仇必报除恶务尽因为以色列的战略文化就是安尼所以足困难，要叫伊莫拍是足困难。即马就是讲，川普会使用这个手段讲，我已经停火。迄是以色列要拍，不过若发现重要目标，美国可能会拍，尤其是核子武器。这看起来应该还会继续几礼拜不过伊即马做这个宣誓全球油价降落来因为即马到11月期中选举，还有7-8个月伊会使用其他的物件来弥补伊的民调的损失，譬如讲。古巴问题的解决，伊后一个可能是古巴另外就是讲委内瑞拉伊的石油的主导权也使补别个国家的石油所以伊佫有时间佫有其他的国家的代志处理，弥补。手头佫有白对。老师你应该去做业无聊呢，田老师。是。我的好奇是安尼。伊一个国家去美国炸甲安尼，强要进入就石器时代破烂，但是我有看过即个伊朗的即个国内的即个网站还是新闻我有问过伊朗的朋友，讲阮虽然日子较歹过嘛是无帮盘是。即个国家哪要到伊经济帮盘？什么条件才有通帮盘？像顶摆因迄个巴萨顶头的人来抗议，嘛无帮盘是。爱到什么程度？因拢讲足辛苦，这肉就歹处着是爱什么条件？一个国家的经济才会放去？应该安尼讲啦因是一个神权国家嘛所以伊的宗教信仰可能对伊的是，所以日子虽然艰苦，不过有神嘛也是讲因的神，所以我伫想讲因为伊的幅员够足广阔的啦，物资嘛算讲丰富的国家，欠水尔啦所以我伫想应该这个国家可能就是领导的这个结构啦虽然说已经互美国安尼轰炸，已经小可受到损伤，不过若讲要经济崩盘，我感觉是无遐简单，较困难。因为最主要伊
后边还有俄罗斯啦，还有中国啦，嘿，还有北韩，这啲啊支持，所以起码大家看法是讲，认为讲用这种谈判的方式啦，吼，至少比迄地面的冲突啥，成本是较细一度啊。所以我是想，应该伊发表这个演说啦，吼，可能除了讲提振因家的民调啦，吼士气之外，可能嘛有一些安抚的作用。对，所以我的感觉是讲，伊朗若要讲要崩盘，我看是较。我会安尼问吼，是因为咱拢知影，其实伊朗经济一日歹，实在讲，就是因为这长久以来，这20几年以来，经济强制裁着。是。吼，虽然伊也甲中国咧用石油、食物换食物，甲迄个罗西亚也有咧做生意，而且我会记得，敢若是3年前吧，甲英国、甲法国、甲德国3国去甲 snap back，这叫做啥？接续性的报复，就是知影讲，你个咧武合主，我就甲你禁运。是。所以显然禁运是有效果，只是较无遐紧，慢慢甲疏化。是。若如果安尼，即摆大家甲吹较暗呢，敢会使安尼？还是讲有？这到底有效果无效果？我感觉可比讲啦吼，你看俄罗斯好吧？俄罗斯乌俄战争拄开始的时，伊嘛是互制裁嘛，那嘛是讲袂使出口伊的油嘛，甚至于讲伊的外汇管制嘛，吼，嘛袂让你市场高。不过你看俄罗斯，它还是乌俄战争，即嘛已经4年啊，对吧？已经同4年啊，所以迄个国家你讲更较爽，我感觉这种方式啦吼，可能嘛毋是一个好的方式。对，不容易造成一个政权的一个结束啦，或者是说崩盘。我觉得应该是不，因为主要是伊主要可比讲伊伫荷姆兹海峡，伊通收他的什么过路费啊，加减嘛是够有一寡他有收入，嘿，所以我感觉伊的领导班子根本就无在乎讲伊的人民的生活是到底是安那啦，所以伊迄毋是伊考虑的重点。对，所以但是我一直咧想，阮嘅少年的时阵所知影即个苏联，突然有一天崩盘，就崩去。当然，迄进程大家一直咧喊，喊真久，喊到大家就无感觉，突然间崩去。这是幻象，还是讲是正常？伊体质无共款。我感觉你讲，可比讲咱年初的是迄个委内瑞拉好啊。你感觉委内瑞拉就是一个较成功的案例嘛吼？总统抓起来往副总统嘛，副总统是美国大演的嘛吼，所以你看伊重建两个好像这经济也是讲伊的条件讲变较好啊一寡啊。像伊朗来讲，本来我想美国啦吼，应该想讲，把高层拢拍了，伊就他扶持伊爱的人嘛吼，听话的人啊，他就安尼进一步接收，安尼可能政权可以有比较和平的一个转移的情况。不过即摆看起来，这个几率是敢若，这就国际来看是无这个方向，无这个选项嘛，对吧？吼啊，可能各方有在努力啦。可比讲，今摆咱看起来是伊朗总统好像也比较愿意谈嘛，哈，然后他也指定了讲美国的副总统范斯。所以讲起来也是这个国家的结果是无共款，是无法度安尼处理。如果那是安尼，林老师，你认为美国对川普开始用这种方式，吼？这是歹模范还是好示范啊？他听啊，彭教授有咧讲啦吼，伊国内的这结构的问题啦吼，因为这个非洲的国家啊，都痛恨这个以色列甲美国啊，所以川普一开始认为讲我若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迄个攻击，发动这战争。伊朗的人民就会起来，交美国配合啊，来推翻这个政权嘛。但是这代志无发生无发生这判断是错误的啦哈。因为你去个攻击这伊朗这国家，就对这伊朗内底的老百姓来讲，阮是用欺负的，和这个美国欺负，交以色列来欺负就爱以此对外。
所以哦，我是感觉讲，这个伊朗可能利用这个时间这时机啊，来镇压国内的可能的反对力量。等到趁这个机会了。因为种个美国个攻击案嘛，阮是互欺负的嘛，互两个敌人欺负嘛，所以国内就爱团结嘛，既然爱团结，就是本来遐闹的这底下咧乱的些，就爱抓起来嘛，这有一个可能性啦，头先讲的是讲，伊朗的经济会变盘啊袂吼。因为迄个苏俄迄阵的平盘是有一个戈巴契夫，伊推动这个改革，这个改革失败，这改革失败，佮有叶尔辛效应，所以规个苏俄全还有平盘去。伊朗的经济本来就无好，伊的平均的这个 GDP 较4千几块尔，所以本来老百姓的生活就无好啦。所以因为老百姓生活无好佮是高压统治，较会旧年的12月，较会这个街头的这个示威嘛，整个所以做示威给这个吼，这个传播叫意识了一个想法，我来攻击，这人会配合我，但是无发生嘛，因为这个非教国家的这个政治就是安，元拢足痛恨这个美国叫以色列嘛。所以这样反而会凝聚内部的这向心力啊！头顶沈教授咧讲这个革命卫队，伊是迄个叫强硬派嘛，强硬派嘛，强硬派强硬派一般来讲，强硬派拢是宗教的这个狂热派啦，有这个宗教的因素内底啊。老师，你睇安尼讲吼，我去想着讲，北约。无甲支持，无甲川普支持，无来斗相共，是毋是也是一个因素？今仔如果 Hormuz 海峡内面有北约的这个军队，大家也指导伊甲讲安全都安全，是毋是有可能性讲伊是无算着讲北约拢无甲支持？我感觉伊本来就是认为讲北约袂该去支持啦，但因为伊一开始就无甲北约的这个盟邦无通知，拢无通知嘛。俺是同盟国呢，你要发动一个战争，我可能会去加入去啊。你拢事先无甲讲，你对我无尊重嘛？你对我既然无尊重，我是安怎爱参与？参与我受伤会更大。那是伊朗来保护我，因为欧洲这个北约这个国家拢是迄个内部拢是能源要进口嘛，你若迄个受到影响。到尾是，我颠倒是受伤嘛，但是种迄个传播的讲法就是讲，恁这个海峡若要迄个开放，恁就爱家己处理。所以迄个北约的这个30几个国家的迄个，因已经在讨论下一步因要安怎处理。因为美国讲这个我无代志啊嘛，阮无受影响嘛，阮美国无受影响嘛，阮美国无对遐进口这个石油嘛，恁有进口恁来处理嘛。所以因会迄个强制的去打通这个荷姆斯海峡，就要看北约的下一步要安怎做嘛。但是北约过去的这外交路径拢是手路较软，较豆豆啊来，稳稳啊讲，安全都安全。但是我感觉这波斯湾，尤其是伊朗，无得较，颠倒拄一个较柔软的来。有可能大家讲好，老师你认为呢？NATO 一般是较防卫性的，伊较袂讲去主动去人拍，这是伊的宗旨啦，伊条约是安尼写的，所以一般性格设定。对，伊认为讲你主动去攻击伊朗，这是较攻击。NATO 甲伊朗来讲拜托。互阮好好啊过安尼，美国人互伊转去安尼。当然美国人若走以后，迄无就恢复和平嘛，嘛有可能啦。当然伊拢可能会受一寡过路费等等这产生新的一寡特殊的走出来我是感觉伊，咱都有咧讲迄个伊朗伊的经济制裁较久佫挡较久。其实这我有一寡原因啦，因为伊迄个革命卫队其实伊的国家有2种军队嘛，是一般的军队，佫是种是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的角色真特别伊毋是干那负责迄个
国防，伊还佫负责迄个，还佫有商业，啊开公司呢，吼，所以伊这个中国的解放军真行哦。中国共产党真相共嘛哈，所以意思讲吼，伊对社会经济控制我真严，哦，真严密啊，因为互相大家利益拢夹做伙吼，所以伊会比一般的国家吼，更较有动头，啊，甚至伊迄个忍受痛苦的能力吼，会比一般的人较好。哦，这是一个举国体制。对，嘿，所以一般来讲，你若为内部的这结构来看吼，这当然美国就对袂着嘛，因为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啊，你讲传播的支持者，你嘛是讲除了迄什么绝望者之歌迄种有吼，白人有失业迄种的，啊，佫一种马甲有无吼，啊，佫另外一个戏骨的嘛，一般来讲，美国支持者支持传播到这三个人，嘿，三个人啊！你马甲这边啊，讲美国优先，大家来讲无认同以后吼，拍伊拢也无认同以后，这传播马上就拄到问题。伊就踏过起来。对。老师，他都要讲到举国体制吼，伊拢嘛是因为安尼会当动真久，有韧性。但是如果啦有一摆，佫有一摆，佫来拍这种国家，这种举国体制，我毋是讲中国哦。咱要拍这种举国体制，应该爱得拍倒一个尺寸啊。我是感觉美国甲以色列吼，太过乐观吼，因为咱因看到讲伊朗吼，遮侪人出来抗议，啊，毋过伊迄个时阵还未准备好，袂使拍。啊，后来讲伊可能讲，那有诶足好诶情报，知影伊诶哈米尼伫堆，哦，第一届就把炮死，可能遮人民会出来抗议，还是内部会出现变化。啊，毋过咱看到讲毋是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是斋戒月。啊，即马4个人，伊拢讲这是殉道者，哦，互因足悬的地位哦。那即马就是讲，即马革命卫队啊是伊个神权政治伊的领袖，即马地位拢无改变啊。即总统、外交部长、即行政拢无法度改变因啊。啊，即马革命卫队佮伊的民兵80起民兵，伊的控制力啊，佮伊的人数佮足济啊，即政府部门啊无法度甲轮替。哦，这是现在上大的问题。啊，毋过咱毋知影革命卫队甲80民兵是咧碰风，还是真正才会坚强的来抵抗。我是感觉可能总统伊上知，啊，国会议长伊拢知影，伊甲要求讲革命卫队你阿兵哥先阵拢发袂出来，你搁要继续拍。哦，因可能看到讲伊内部一些问题，伊较会甲美国接触甲谈判。哦，啊，即马就是讲安怎互革命卫队甲80民兵，就讲安尼无希望，安就莫拍。啊，维持和平。啊，即摆互伊朗用较长的时间来恢复，因为因来空军无啊，海军无啊，啊飞弹拢无啊，因嘛爱需要时间啊，所以伊爱一个保证啊，美国保证讲，你莫甲我拍啊，因为伊拢无军队啊，以色列嘛会甲伊拍对吧？除了这个巴士是甲这革命卫队吼，他带洪老师讲到这举国体制吼，因为我特别研究过伊朗的这整个资本结构。伊这军队会当经营，啊，而且吼，因这个领导阶层吼，因的阿伦，因的咱叫新学士吼，新学士，因的几个大的家族吼，拢将石油啦、金融啦、银行啦，这物资啊，这唔知影，川普是知啊唔知，还是讲其实这摆30几个拢甲做个拢无去啊，但是看起来佫活跳跳咧。是啊，应该安尼讲啦吼，自从迄个911战争了后嘛吼，我伫想美国对就是讲迄恐怖组织中东的所有的迄个几大家族，还是讲迄恐怖组织，应该是有研究啦吼，所以应该对因的基础资料拢应该是有。应该是拢有了解啦，只是讲伊即个做即个判断啦，吼，讲会去发动这个攻击，有一寡小道消息是讲，因为伊收了以色列的一大笔政治现金，对，有安尼这种讲法嘛吼，所以在很草率，而且可能就是听信了以色列比较乐观的说法，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合的一个行动。啊，即嘛就当然不可考啦，吼，咱唔知影是讲是真诶还是假。不过就讲就即嘛。政见甲即卖一个人一个月外嘛吼，33天啊，所以到底
有一种较乐观的说法是讲，伊本来是讲4月6号嘛，延到4月6号嘛，对吧？4月6号就可以见真章啊。这就若讲较长期啦吼，大家都会认为说应该是5、6月的时都应该结束啊，因为过来就是伊的其中选举啊。而且伊搁要去中国。对啊，中国已经定好日期啊嘛吼，对吧？所以应该是伊伫出发去中国之前，大家这问题至少拢已经处理啊差不多啊，才有可能去嘛，无灰头土脸的怎么去呢？对吧？迄是心理上，我想伊家己应该是感觉真好啊。不过我这特别要来问谢老师，伊敢有可能讲包啊款的，啊拿这战争，啊甲习近平讲一个你手等下，我移落去，安尼。我是感觉因为4月1号川普的演讲，就表示讲这战争可能2-3礼拜就会停。吼，啊，这2-3礼拜了，伊准备去中国的代志，甲中国谈判吼。啊，伊较有准备啦吼。那除非讲伊足侪飞弹，啊，即马搁建以色列搁攻击迄个美军的基地，啊，美国要采取一个较大的行动，爱川普来决定，啊，较有可能讲延期还是啥货。哦，所以辛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伊已经知影讲伊拢差半小时。对，美国遮大国家伊早就想好啊。